术水阁好，国精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去姓氏新闻一句话咧讲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真侪往骨藏伫咧心内，毋则俗语咧讲话，若要讲透鸡目屎飞袂离。国精家己原来说一句，讲话若要讲分明，天的乌一边。吼，若讲到即句天的乌一边，俗语咧描写有影真罕，表示讲吼，咱的枉困。国精头拄仔咧讲啊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10项有8项9项拢不如意。但是你要去讲互谁听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2分3分要讲互听，有当着人嘛有人的委屈，所以话若要讲分明，天会乌一边，因为你毋知影我的枉困，你毋知影我艰苦的所在伫倒位，天乌一边替我伫咧不平，天乌一边替我伫咧化冤枉，无人咧替我伸冤，因为真正社会就是无公道。有一句俗语话用实景咧描写这款枉屈的心情，社会无公道的过程。我伫南部学的，人讲叫做犯人倒后车，一个退休的校长甲我教的啦。犯人吼本来是公车压掉咧，叫伊就爱行啦。但是这个车人甲压好势尔，伊骹手煞比咱较好，甲咱倒后压翻头，车人煞犯人压去，安尼叫做犯人倒后车啦，倒后。本来意思就是讲，我有理，你无理，结果你比我较大声，到尾啊，规个社会拢听你的，互你倒后去。哇，安尼真正枉困，无毋对。所以赢要对谁去申诉，抬头一看，毋是干那天乌一边尔。现此时有真侪人咧怨叹，讲天地已经颠倒变啊。你若干那天乌一边吼，嘛搁一半清诶，嘛搁有加减有一寡人了解讲，你受的苦楚伫咧倒位。谁人知影讲，有当着啊，真正所有委屈来吞到腹肚内底去，因为天地已经颠倒变啊，已经无得去申诉了。毋过过去这个俗语话，咧描写讲心肝内种种无法度讲分人听的委屈，国精要甲你互相探讨。无论环境偌尔啊艰难，无论讲人生伫社会咧行，路途伫坎坷，也是讲病榻，咱第一要紧。就是咱的心肝爱好好定，咱的意志爱坚强。你讲看有影无？